俺们好多吼有唱到演员的时间路，大家如果好奇哈，俺们能让提供更加台湾潘树诗，对，让西施比上瘾，对，哦，而且女生更少嘛，女生只有5位而已。哇，非常少呢。对，我说今日非常难得。韩国 T 拍的黑呢，唔但唱四十位，其中5位，然后係什麼嘢？啊，演員咩係俺哋更加台灣青後上嘅，對對對，潘樹詩，啊，俺哋同我講潘樹詩，我用嚟講好哈，我媽媽講爬樹的史夫，爬樹，然後演員覺得史夫好像唐希倫冇按後上，嗰種白樹詩咪做得好，可以可以，嗰種。嗰度觀眾朋友已經同我講用，潘樹詩白樹會變做一個師傅，對，係其中有乜個難處吼，還有乜個一個條路有乜個貼拍的，還有按後上嘅按講嘅什麼，都冇想去白樹嘅。我哋當然一開始呢，我哋都會用嗰度演員帶來嘅物品貼拍的物品係來了解一下，吼，我哋來唱小助理。也很慢的哦，古說要跪上路很熟的，我要把它拿完嗎？要跪要抽很久哦，要抽很久，要抽很久，要有一重，有40米，40米，对，40公尺。哦，古說要個很白書的對系統，哦，那我就不把它全部抽完哦，講另外一定規叫，好多謝多謝，好，本來要看一下，要都很嘅熟嘅，對，個獎呢？很漂亮其實。對，我喜歡它的那個紋路。哦，所以真的就是有跟我們手機神同樣，我們都會挑紋路嘛，吼。韓國唔是講奶奶潘樹神。對對對。哈，古說也個係胸斗胸愛嘅，然後你去買的。不是我買的，是我的老師送給我的。對，送俾你嘅。我考上潘樹詩的時候，他送給我的繩子。對啊，你送給我幾多錢啊？如果是台灣的話，台灣1米是賣，它是算長度的，所以1米是賣100塊。1米100塊，所以我會吸錢更多，因為它是進口的繩子，所以就更貴一點。哦，更貴係差唔多幾多錢？可能要5、6千塊。哦，哈，